之前有台灣車主用這零件分配寄來到台灣的方式，把這中國的重型奧多拜運來到台灣，互經濟部查扣。根據這量化條例的規定，中國製造的重型奧多拜，無論是規架，或者是重要零件，親像引擎等等，攏是禁止輸入台灣的。那這長雪奧多拜的創辦人就嗆講呢，這台車若准討袂回來，伊就會繼續送車予台灣的車主，一直送到統一為止。張雪820的知名度在台灣是有的。紅色的機身出現在台北重型奧多拜店，佫翕影片來行銷。之前有台灣的車主是想要引進中國重機的品牌長雪機車，結合一款82RR型號的重型奧多拜，沒想到車才引進台灣，就互經濟部會動真濟部會查扣，這麼爭議佫小。如果要不回來，我就再送你一台車。好，如果送的這台車又被查扣，然後我再送一台。就是不停的送到什麼時候為止呢？送到統一為止。長雪機車創辦人是透過社群回應事件，強調講會支援車主找律師來協助，佫嗆聲講若是車無法度行轉來，會繼續送車。經濟部強調這案是疑似走私案件，並不是正常輸入商品，而且講當事人明明知影進口零件袂當組裝做規台車，因唔是錯誤的執法，對長雪公開辯護，甚至資助非法走私的行為，因是表示無法度理解。因為不允許就是不允許，兩國之間所謂的貿易行為基本上是都要透過談判，允許什麼樣的產品進口，這要雙方去對談。紅查扣的重型奧多拜疑似是先佇中國廣州採購，即拆做零件分配海運來台灣，落尾定組裝。但這兩華人民關係條例第35條，中國製重型奧多拜規車、引擎等重要零件，無經過許可，袂當輸入台灣。產品的檢驗有沒有達到國際標準？這第一個令人懷疑的地方。第二個，它這麼低價，會不會衝擊到國內既有的汽機車產業？任何機種，它只要它是符合我們的安全，然後檢驗的標準，我們都是希望他們能夠依合法的方向來進口。工會支持政府依法施政，但嘛認為講，若車主進口零件的時陣，攏有依法來報關，主管機關應該量早說明相關輸入含組裝的限制，避免業者因為無了解規定違法。另外，車主敢有故意去閃法規，閣愛等進一步釐清。記者綜合報道。